是驸马爷。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。哎，驸马爷，伊是好庄严，无定是你看了唔对人的款啦。你呀，我甲欺骗我！是啊，驸马爷，明明是我都无唔对啊。好，既然你讲是你，那你赶紧办定，叫洪王山救驾。等太倒转来时阵，我会搁找你算账。也搁徛遐创啥？好，驸马爷。你是袂晓将我一搬起来去地洋来甲了伤死？是，庄爷，你甲背钱，我来提啊。好，驸马爷，我甲你背钱。空中飞来一堆的飞燕，这就是冰鸟自入，调参性格。对，长英，红红枣、红红卵伫什么所在啊？这就爱命人四周去找找啊。皇上，老臣愿意去找寻红红枣。温红英，哪里就偏落去了？遵旨。温红英，温红英，你是怎样？叛兵已经败退。是上车官。古道李世，你就是我军全盘之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战歌声声。代表来的实在是烦恼。万车，现在就是保驾要紧。哪里？那要怎样？赶紧命人回营去搬兵来救驾。皇上，你是愿意回营调兵？驸马，驸马，你唔当去！驸马，你众人赶紧帮助炮开，出路。哎呀，
爽的，唔知影，那背身中箭，唔知影，昏倒伫咧山骹，我甲伊救倒倒来。看伊即身的打扮，一定是五军的部将，唔是辽东的啦。这是我唔对，我应该刚倒来去继承哦。文强，大哥，小弟有话想要来问你。哦，救人要紧啊，袂用的。咱是救命恩人，根本伊想要对咱安怎是，我甲伊问看卖。周将军，请你精神。我没事。周将军，请你较有元气咧。将军。无唔对，是我对山骹甲你救倒转来。那呢？你去抓来去刘宪宏？是，我有话是要请问你，请问你为什么元帅一直要掠阮大哥呢？兄弟，你大哥是这位，伊叫做四灵贵。小将军，哦，就是兄弟啊，救人要紧，你莫问遐尼遮济，紧个抄转来，抄转来去继承龙瓜。张书贵，你实在，你竟甲师长勇猛献身四灵贵，如此大占伊的功劳。哄骗你唔敢露面，唔敢报真正性命，满军骗神，你该当何罪？师傅嘛，比之不敢，确实赢来就并无四灵贵这个人啊。你搁敢骗我？也拿你方才有我倒转来的两个，其中的一个是什么人？哦，驸马爷，那晓得我的囝婿何宗宪，并不是四灵贵啊。你竟讲我是你囝婿是？也拿你叫伊出来我看卖。是，来人啊！是。请你高爷觐见驸马。是。驸马。拜见驸马爷。不是你，不是你。驸马爷，伊是何宗宪，无定是你看了唔对人的款啦。你也搁甲欺骗我！是啊，驸马爷，明明是我都无唔对啊。好，既然你讲是你，那安尼你赶紧办定，叫王王山救驾。等太倒转来的时阵，我会搁找你算账。你还搁徛遐创啥？好，驸马爷。你是袂晓将我一搬起来去地下来，甲了伤死？是，庄爷，你甲背起，我来提药啊。好。驸马爷，我甲你背住。驸马爷，我药啊摕来，较忍耐。驸马爷，你较忍耐，我要甲你抹药啊，我甲你抹药。我甲你膏药啊，好，甲你膏药啊，膏药你到底是甲我什么？为什么我会上阮的健康痛掉？驸马爷，你讲要甲我算账，你若要甲我算账，我怎会先甲你算？这就是药药，我甲你抹着药，无唔对。我的囝婿何宗宪叫做四灵贵，也假就是假啦。咱去抓办说也照做，去找看卖药啊，去找啦，无怪我讲，呀！唔知用，
竟然是要走。哈哈哈